一個數量超過1萬支的盧茨軍團，正在從香港尼普濕地趕來。潮水只有不到1米，這是最佳捕食時機。大量烏頭魚在等待漲潮，它們擁有30公分以上的體長，幾乎沒有鳥類能夠吃下。但對盧茨來說，這不是問題。一旦逼近淺海魚群，盧茨軍團便會上演一場分工明確的圍捕大戰。他們一部分在低空盤旋，給魚群制造巨大的壓迫；另一部分落入水中，瘋狂捕食。面對體型大、游速高的魚類，盧茨深谙团队作戰的重要。輪番追逐是制勝法寶，不給企圖逃脫的烏頭魚任何喘息的機會。短短1個小時之內，每一只盧茨都能滿足食慾。這樣的場景得益於深圳灣被刻意保護起來的環境。